花莲大地震有6人失踪，搜救队伫咧沙卡党分2路找人。中和探空因为地震尾暂停搜救。意大利爱托纳火山喷出烟花型的烟，北美洲天狗假日专程4分28秒热面的起果。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大。继续来关心花莲大地震的消息，目前也有6个人失踪，包含伫咧沙卡党步道摄样的一家口仔，也有3个人无找到。另外，还有一对新加坡的翁仔某和中和探空一个人。目前这搜救队是伫咧沙卡党步道分2路找人。也若是中和探空迄边，是因为地震尾又搁放弃暂停搜救。沙卡当这个大崩壁，大崩壁这边，那这个就是持续一直落实的地方哦。有味道哦。搜救人员特别入去沙卡党步道灾区，闻到臭味，也无法度判断是人还是动物的尸体臭味，派搜救犬伫四周围加强敲找。刚余震又发生落石，那我们现在人员都平安。因为新加坡的翁仔某掉伫沙卡党步道，救援人员无放弃，先到5间厝敲找，暗阁无找到，过去2.2公里的所在，落来看到沙卡党大崩壁，大石石头放落来真危险，增加搜救难度。还有6个人等待救援，7个特殊队员、3只搜救犬加3组怪手分做2路入去沙卡党步道。特殊队员行步道用行的救援，怪手行水路一直开挖入去崩塌地找姓尤一家伙5个人。除了已经发现姓尤爸爸到5年级姐姐遗体以外，要搁找妈妈甲2个囡仔。不过头前有2层楼悬的大石头挡掉搜救路线，所以搜救队员只好斜路入去找到尾嘛。回来的途中在大概0.85K 左右那边。有一处崩塌，那边有一些那个味道。那我们第一时间利用搜救犬下去做搜索，但是就是也是没有就是没有发现。那是中和矿区一个姓肖的查某人失联，搜救队入去灾区，煞拄到地震尾真济，短短1点钟出现4个崩塌。空袭机有翕到2边山壁，也是有真济所在石头崩落来，只好暂时停止搜救任务。陆续4次地震的边坡有落石现象，那目前所有搜救人员先撤离到安全基地。那崩落点呢是从更上方，那我空拍机拍不到的地方，所以我们也不敢冒险。另外，太鲁阁4周的交通一直到3站拢有进行管制，逐天有3个时段管制，其他时间是赶紧抢修。希望月底会当完成修好基本道路，有更加好的通行路况。记者综合报道。地震到今已经第6天啊，咱看到真侪国际甲咱相助的案例，亲像这土耳其的救援队就利用空袭机甲咱斗找人。另外，还有一个希腊游客，嘛是咱台湾正大赛的竞赛，伫咧北洋步道是右手救出真侪民众。除了国际援助，外国媒体嘛真肯定台湾的防灾表现，因为咱台湾的防灾意识悬，平常时都有咧避难演练，而且建筑法规有咧改革，拢是咱降低死伤的原因。也若是讲到现场的状况，除了起的天王星大楼当咧拆，发现也有真侪厝嘛拢互列入危险建筑。受灾户也有细厝的厝卡拢烦恼讲，若无法度申请补助，日子就会真歹过。花莲县国局处开设联合服务处，特别透早都未少人，真侪拢是细厝人。这残少者细厝3、5年，即马正做红单归楼，免继续住。搬厝都正做正重要代志。伊无奈表示，因为无符合资格，申请补贴是一直卡掉的。就还是需要帮忙吧。对啊，因为有光是那个什么政府的那个搬迁就安迁救助那一个，我们就很多人不合格了，那一定要户籍地所在地啊。可是我们很多人的户籍都不在这边。本来4月3号要入籍，就崩就倒了。倒的时候，你人有居住在里面啊，就还没有。要这黄县市第3海关大楼买厝，初3买签户籍，用力地人就到位，新厝还未大，厝就先必开，搁被判定是危楼。伊也调集来问。目前，红黄单的大楼超过1400户受影响。花莲县长徐清辉表示，未来中长期大的问题，调向综合处顶方向来规划。这一次是对人
不对屋主，所以这一次就是，如果您有居住的这个事实，您是实际的居住者，您就可以来这个申请租屋补贴。除了受灾户有补贴顶悬的疑难杂症，厝甲正严重的天龙性大楼拆除作业也是一波三折。受地南尾加上落雨影响，进度一直延前。大港业者各大型机构设备继续进驻动工，由顶悬向下骹一站一站来拆。当拆完这一层楼有这些物品拆下来，散落在这个我们的对峙区的时候，我们就先把它用机具拨到旁边，让这些物品先放到我们这个保管区域去，让住户可以这一层的住户可以有机会先去那边做认领。拆除工程继续12点钟，花莲县建设处也表示，考虑中心偏移这因素，为厝楼尾顶开始动工，一站一站停留检查，将财产的损失尽可能降到上低。记者综合报道。我来关心政治消息。南韩4月初10要办国会大选，现任的总统尹锡悦已经要做满2年啊。所以讲，这场国会大选会用来讲是执政党的期中考试。南韩的社会最近动乱，上界大条的代志就是政府为着解决欠医生的问题，宣布加收医学生，煞是引起医界大罢工。另外，还有这第一夫人受人命败皮包的代志，嘛去影响到执政党的形象。不过，咱翻头来看，在野党上大党的头人李在明，伊身躯顶嘛有牵涉贪污的代志。除了这寡政治操作，选民上界关心的代志当然是民生。亲像这物件一直咧起价，一把葱啊，就要100几块的代票，政府甚至是爱用补贴的，才有法度甲菜的价销压落来。因为这寡种种的原因，韩国民众对现任的政府早就已经跪8倒火啊！感觉这现任的总统施政真歹的，竟然是逼换6成。所以讲，选民的意向要投予在野党的，就挖近4%，是领先执政党11%左右。所以讲，根据韩国媒体预估，在野党这回也是有可能会赢30席以上，国会犹原有可能落伫咧在野党手头。美国、日本、澳洲、菲律宾昨头一届伫咧南海联合军演。另外，美国的财政部长耶伦是当咧访问中国，要求中国要控制商品的产量，避免这俗价产品冲击到市场。美国财政部长耶伦第4摆去中国，是要减缓商品紧张，促进经济关系正常化。伊切日拜会中国总理李强，佮强调美中是世界前2大经济体，有责任处理好复杂的商品关系。I believe that over the past year, we've put our bilateral relationship on a more stable footing. This is not meant ignoring our differences or avoiding tough conversations. It has meant understanding that we can only make progress if we directly and openly communicate with one another. 耶伦这摆重点是伫推动公平竞争，表示中国电动车、太阳能板甲其他清洁能源产品的过度生产，会损害美国甲其他国家的力量发展甲就业机会，呼吁中国提振内需，避免用俗价商品出口倾销，创造成长。在南海最近，中国甲菲律宾海上冲突对立愈来愈严重，引起国际关注。美国、日本、澳洲、菲律宾4国切切伫菲律宾巴拉望岛西北部进行海上联合军事演习，支持马尼拉当局也发出声明，表示支持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中国解放军南部政府也宣布，切切伫南海海峡组织联合海空战斗巡逻，佮强调一切扰乱南海这座热点的军事活动，拢伫掌握当中。公视新闻是会中编译。以下战争满半年，以色列昨宣布对加沙南部撤离，不过强调讲是要重新布局攻入拉法。另外，伫咧埃及斗超测，以哈双方已经派代表团要重新会谈。整批起来拢是死亡的气味，连动物伫咧遮拢活袂落去。当以色列军方宣布自加沙南部城市汉尤尼斯撤军，甲对哈马斯地面部队的关键阶段做收尾，也佫甲驻军人数减到以哈冲突以来上低时阵。所以，诚侪在地居民就想要返去家己的厝，也毋过看到的拢是帮壁破遐。
فيها سلوك الغام بتاعت الانفجار ولقينا نقطة ورا الجبل مش عارفين كيف نشيله.以色列军方讲，即马要讲歪烧热啊，抑搁早，甲哈马斯的战争会继续。因若对有伊朗威胁讲，必对叙利亚大使馆遭受空袭的死伤事件进行报复，以色列已经做好防范。הכוחות יוצאים החוצה ונערכים למשימות ההמשך שלהם. צה"ל יודע להתמודד גם עם איראן, בהתקפה ובהגנה. נערכנו לכך עם ארצות הברית ושותפות אסטרטגיות במרחב. 在以下长达满半年的时阵，以色列铁军犹原是正重要的代志。以色列军方这么有消息传出讲，军方犹原有相当数量的部队，针对加沙，包括哈马斯领袖辛瓦尔的故乡在内地区，继续展开有针对性的行动。在过去几礼拜以来，以色列一直讲要伫咧拉法发动地面攻击。不过，这座城市这么有收容庇护差不多140万的加沙人，超过总数的一半。那想要进攻这个城市，一定会引起全世界注意，包括因主要的盟友美国。这边铁军的行动，至少会让减缓各方面的压力。目前伫咧埃及协调下，准备新一轮的停火谈判。以色列甲哈马斯拢有派代表团。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法国顶日有一个13岁学生互同学拍甲昏迷，顶礼拜四，阁有一个15岁囡仔互拍甲心脏停去死亡。少年学生抱着家庭，唔知要安怎，因为因安怎也想袂到，同学就安尼互拍死。法国巴黎南部郊区一间中学，顶礼拜四发生严重暴力事件，一名只有15岁的查甫学生，下课转去厝的途中，互人围起来拍到心脏停去，送医隔2天死亡。Moi, ça me fait trop mal. Ça me fait trop mal. Je me mets à la place de la maman. Que voilà, ça me ronge le cœur. Que je ne sais pas quoi dire. Je souhaite beaucoup de courage à la maman et. Moi, en tant que papa, j'ai peur. Hein. J'ai peur pour. Voilà, c'est de l'incompréhension. Je ne comprends pas que voilà, qu'on se fasse lyncher, sortir de l'école, des cours. Ce n'est pas possible. 警方是逮捕5名涉案少年人，多数的年纪在15至17岁之间，只有1人成年。被害人甲其中2名嫌犯的妹妹有关联，佮去求婚对方报复。代志发生了后，家长拢心惊吓，烦恼后一个受害者可能就是家己的囡仔，而且这毋是单一事件，倒伫几天前也都是初二，南部城市蒙贝列也有一名13岁查某学生，伫校外互同学拍甲重伤，昏迷几啊天才醒过来。C'est un problème d'ailleurs ni spécifique au collège ni à l'école, c'est un problème spécifique à la violence et à cette violence qui maintenant est... on se lâche tellement maintenant, les gamins se lâchent tellement pour tout et rien. 警察后来逮捕3人，年纪上大凶嫌才15岁，其中1名嫌犯是受害者的同学。疑似因为双方伫网络上有过节，才下毒手。一礼拜来发生2件严重霸凌。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青少年暴力行为愈来愈无受控制，未来要加强保护学校安全。专家是呼吁家长关心囡仔伫网络上的活动，以防类似事件搁发生。公司新闻邱婉玲编译。罗西亚中西部乌拉尔河，因为这水头的冰扬起，溪水涨起来，水坝放起，9万户淹伫咧水里。大车路淹甲变河，救援人员驶快艇一家一户，甲掉入内底民众救出来。俄罗斯西部的乌拉尔河地区发生8年来上大的水灾，原因就是这条河的源头因为春天变温暖，温度渐悬，冰雪快速扬起。苏里伫奥尔斯克的水库大坝，未堪咧顶悬的河水，伫顶礼拜5向放起，水淹将近1人悬。规个奥伦堡州有上万的民家互大水围起，当局随下令居民疏散，只是伫奥尔斯克有4000人紧急撤离。Предувки утром отказались. Когда вода пошла, так давай помощь привезти. Все, пошлите. Спасибо большое. 除了奥尔斯克灾情上严重，附近人口有55万人的奥伦堡市同款严重。当地有官员警告，乌拉尔河水位伫这礼拜2会达到高峰，甚至都要等候20以后大水才会消退。Сегодня, 7 апреля, паводковая ситуация остается критической. Вода прибывает, и в ближайшие дни ее уровень будет только расти.
В тех районах, которые находятся в зоне подтопления, в пойме Урала и Сакмары, в ближайшее время продолжится отключение электроэнергии. 乌拉河是为乌拉山脉流落来，全长2400多公里，经过哈萨克流入里海。这届大水包括俄罗斯甲哈萨克部分所在拢受到影响。哈萨克总统坦白讲，这是哈萨克80年来上届严重的自然灾害。除了因为气候变化造成天灾，俄罗斯当局嘛伫追究是毋是有人为的疏失。有官员是讲，放起大坝，敢来当应付5.5公尺宽的水位。乌拉河水位当时是欠悬到9.6公尺，当然挡袂掉拼落来的大水。外国检察官当时阁怀疑大坝2010年建造时阵有安全漏碰，而且无好法维护，已经对相关人员展开刑事调查。公司新闻陈慧敏编译。来看自然奇观，咱看边仔这块影片是意大利西西里岛澳洲上界大的活火山埃特纳火山。咱来详细甲看，伊这问出来眼镜的是圆壳的形，是安怎样呢？做伙来看。4月初的埃特纳火山甲平常时同款，吸引真侪外来游客正近来欣赏这个欧洲上大活火山的风采。为4月初3以来，埃特纳火山甲以往真无共，因为伫咧喷出水汽甲烟雾的同时，还会吐一个一个，互人叫做火山鹅群的烟壳啊。It has a perfect cycle mouth, so are coming out several volcanic vortex rings. This is a spatial phenomenon. We cannot see something like this every day. 火山鹅群的形成其实是一个烟雾边仔甲中央甲空气相测大细力无共所造成的结果。To start with, the smoke is basically a fast-moving ball. As it emerges through the opening, the smoke on the outside of the ball is being slowed down because of the friction between it and the edges of the hole. Once it leaves the cannon, there is friction at the interface between the smoke and the air in the room. This means that you get smoke in the centre of the ball moving faster than the smoke around the edges, and so the smoke on the edges starts to curl around and form a mushroom cloud. As the smoke reaches the back of the cloud, it's drawn into the faster moving current of air in the centre. It's this flow pattern that eventually causes the ring to form. 埃特纳火山喷出来的火山鹅群，互观光客感觉真稀奇。不过，同款无平常的自然景观，委内瑞拉北部沿海的炮弹海堤，都互当地民众笑袂出来。Que bueno, uno veía una chiquitica así de vez en cuando, pero ahora es por cantidad, ahora es como que si hubieran flores en el mar. Ahora está demasiado. Ya tenemos prácticamente 9 meses sin salir producción de pescado como debe ser. 这种海堤因为外形真亲像古早的炮弹，所以互人叫做炮弹海堤。除了若去吸到会互人皮肤真痒，基本上对咱人是无直接的危害。不过对渔民来讲，炮弹海堤一来会甲渔网踢掉的，二来会甲鱼儿、乌拉鱼食掉。当地的经济来源除了观光，就是渔业。这阵海堤的出现，严重冲击渔民的生活。虽然原因也有待调查，不过美国环境部认为，这甲海水的温度变化有关系。公司新闻戚家人编译。美东时间初八下晡2点外，北美洲会当看到天狗食日，专定4分28秒。不过因为天气的原因，美国南部可能看袂到。墨西哥的天文馆头前，真侪民众开始设置望远镜，各部分民众排队进入馆内，等待观察真罕的看到的天狗食日的景象。北美区域会伫美国时间的初八出现几日当才一届的天狗食日的现象。这一届特殊现象，如果会当下北美的西岸到东岸，包括墨西哥、美国、加拿大拢看会到。过程比顶一届2017年的时间搁较长。头一个会当看到天狗食日的地区是墨西哥的托雷翁，如果专程有4分28秒，时间比其他地点搁较长。Y por eso he venido aquí, que en principio es la mejor zona para verlo. Por su duración, pero sobre todo por la posibilidad de que no haya nubes. 真侪天文迷为着要看这个真难得的景色，特伫个观光景点设置望远镜，等待美景，嘛互观光景点出现业者趁天狗食日观光财的景象。不过根据美国国家气象局预报显示，美国南方城市包括德州、奥克拉荷马州、阿肯色州甲路易斯安那州的部分地区，为初八早起开始受到风暴影响，会出现加热风加路冰甲的歹天气。另外，暖风卖雨云较高，大部分地区的云较济，影响观察天狗食日的状况。The full eclipse will only last for just a few minutes,
And our team has spent over 17 months preparing for this event. Keep an eye on the forecast and the conditions in the area you're going to. Some of our areas, particularly in the North Country, had an unprecedented snowfall just a short time ago. The ground is wet. There could be still some rough conditions if you're planning on going in the back country. 美国媒体 CNN 建议，上理想的气象地点会伫佛蒙特州、甲缅因州、还有密苏里州、甲印第安纳州的南部，这地区雨果云较少，较袂妨碍天候节日的景象。若是无看到这届美景，要等待后一届下北美海岸天候节日，得等待到2045年咯。国际新闻台是同编译。英国一个查甫人为难民募款，挑战走遍规个非洲，经过352天挑战成功，募到3000万台票。 This is it. Ross Cook completing his run across Africa. This is 16th and final country. 库克冲过终点线，接受众人的喝彩，佮讲完成任务啊！伊甲记者讲，家己已经真忝啊，伊成功走完规个非洲，用352天，最后伫突尼西亚拉斯安杰拉地线。这段旅程也佮有另外一个大收获，就是成功募到70万英镑，相当台票2836万的善款，会用伫帮助无依无赖的人，甲提供撒哈拉难民营自力更生、人才知识等教育活动。He cares about honestly bringing people together and changing people's lives. 27岁库克原本打算为突尼西亚走到南非，伫无安排休困日的情况，伫240天内走完360个马拉松，想要到出发进前，阿尔及利亚签证出状况，伫最后一刻改变计划，今年4月支为南非上南边出发，2月下至河南沙漠甲撒哈拉沙漠，第50天，伊甲团队成员伫安哥拉拄着抢劫，相机、手机啊、现金、护照拢互抢走。第200天因为无休困健康出状况，互医生强迫缩短走标。降低强度。第278天，阿尔及利亚的签证也是无落来呀，因为伫社交媒体公开招标的进度，甚至引起特斯拉创办人马斯克、英国政府甲政客主义最后得到阿尔及利亚第5过关，为着将进程停留时间补回来，伊无顾到一切，无论是利西亚的小大甲刷天布，也是透明拢来走。The main goal is to challenge yourself, do something incredible, which is what Hardest Geezer is all about. 库克青少年时期有心理健康跋筊健酒的问题，21岁迄年啉酒了后，煞突然清醒，感觉伊是应该改变啦。为酒吧走长去迄天受通一寡代志，加上朋友的烧酒，就开始招标。即马伊希望，若是家己的人生改变，也希望带予他人走向无同的人生。广西新闻吴文玲编译。感谢收看，咱再会。